阮片摇的腔口真特别，但朝阳细汉的时，有一个查某人的伴，去台湾半年外，对片摇了后，却发现伊讲话时，腔口有小可改变。细汉的我，心内有寡摇疑，遂阁听到边的一个老大人，用真袂爽快的开口讲，借片摇签放台湾使。即款代志讲互爸母听，因甲我讲，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腔口，一种腔口代表一种文化。老大人的意思是叫咱爱珍惜，毋通放杀咱的腔口。自安尼，虽然嘛经过互人啼笑讲，你讲啥，听着有够怂的造语，毋过我拢坚持落。到今，我的片摇话依然讲了真单调，常在互台湾的朋友学路讲，你的片摇腔真好听。阮的片摇腔好听拄多咧，片摇腔大部分属泉州腔系统，一般有漳泉对应的方言差，像猪麦猪，恁是猪，阮是猪，马马，阮讲卖卖，鸡子，阮讲鸡子。即种普遍的漳泉对应关系以外，我感觉台湾话甲片摇话上大的争差是变调。像煮饭，阮是念做煮饭；比赛，第二调变做第九调；朋友，阮是念做朋友；楼顶，第五调变做第三调；佮加上甲优势腔同款的第七调变第三调，订婚、磅空，从第三调加降音的比例就占真悬，因为安尼，互人有腔真重的感觉，嘛是早时互人笑爽的原因。其实爽有啥毋好咧？恁一定有听过即句爽阁有力，这就是地方腔口上水的所在。另外，小情绪的讲法嘛真无同。片摇的通行腔较是讲第三调，亲像倒阮是讲倒肉。另外，阁有一种读做第五调的情形，像囡仔、鸟毋过，我的故乡湖西乡小情绪的讲法，也阁较无同，像倒的、仔的、囡仔，阮是念囡的、鸟的、
甲啊讲做下，我量其约统计起，头前字的声调，除了第二调以外，后壁的啊，拢讲做第三调啊，会较侪，亲像第一调后后的第二调，银的第三调，算的第四调，倒的第五调，步的第七调，狗眼的第八调，刺的，也就是讲，片摇小情绪的变调，甲片摇腔的变调真相共。其实，小情绪伫湖西乡也有真特别的变化。一、脚、溪、拿、内、三、生、鼎、茶、碗、碗，遮个小情绪，阮咧讲的时，并无真明显，因为已经甲头前字的韵母连做步啊，所以袂使分开讲做溪的、内的。二、白鱼鼻的、白鼻的。体的内，三落的，出的，泡的，倒的，即款的变化，张平生教授的博士论文《东岸方言》及其部分相关方言的语音调查和比较，1996年有讲，东岸方言的语音特色之一，就是反映出阿美族的特殊音变。阿美族的主要原因，伫某种状况下会产生动化、异化等音变的情形。小情绪所表达的其中一个意思，是咧形容物件真细，有诶所在真侪名词拢爱加啊，像片摇就较少，这也是片摇腔、摇台湾腔真无共诶所在，亲像鹿、野、马、鸟鼠、草莓、触角鸟、蠓、蝉、叶、情、刺、药、葱、面豆、刺龟、白灵，遮个生化序类。阮片摇是含咧加啊这个小情绪，即款情形，互阮咧指导台语朗读的时，造成真大的困扰。因为朗读稿拢是以台湾腔写的较侪，出现啊这个小情绪的比率就真侪，像少年家老伙仔、马仔、鱼兰仔仔、
鞋啊、花啊、鸡啊、空地啊、规瓜花啊、尾啊、鸡仔路、鸡仔肉，分析这个词类的声韵，会发现印度啊前迄字的韵母拢是 a、a， 那后面搁倒的 a 的音，变做是连续两个有 a 的音节。为着要遵守比赛、尊重原作，会使加字也是减字的规定，勉强去讲像话的。那安尼念，毋领歹讲，搁真碍约。阮也有一个真心实的腔口。有一首吟的歌，欠长内调，剪着一领摇着的扣，老母伫公园看飘着，天一个摇，叶一个柳，害阮摔一着，摔甲一领扣淡摇摇。张教授认为，湖西方言上明显的特色，就是甲类音妙语、高韵部分的例字讲做摇，因为这个音真特别，所以害使阮若出外讲湖西腔。就受到别人的耻笑，真侪偏右人的，拢有即款真凄惨的经历，也造成这个音的流失。即阵剩老好人有咧讲，少年的就真少听因咧讲啊，想想咧。实在真无彩，无分，嘛是偏右腔的一个特色。像东乌、阿婆、阿某、无交、报道，才会有的音，阮定定分袂清楚。论真讲。偏右这个音，毋是 o， 也毋是 是介伫这两个音的中央。这个音要怎样标注咧？我请教过洪伟仁教授，伊建议阮要标注这个音的时，会使标注 o， 安尼。才有地方腔口的特色。阮接受洪教授的建议，伫阮的自编教材，阮就以 o 来标注 o、无分的现象。毋过，安尼嘛造成真侪困扰，无清楚的。就讲阮是标注毋对去，这个特色嘛，互阮感觉真委屈。就是咧参加字音字形竞赛的时，因为平常时 o、无分，常常要判断倒一个音爱念 o， 也是 实在是真大的挑战。毕竟咱人的口音，毋是一时半日就改话客。阮的腔口是毋是真特别、真趣味咧？其实每一个所在的腔口，
拢真有特色，这是珍贵的资产。咱毋仅爱珍惜家己的腔口，对别人的腔口嘛爱尊重甲欣赏。